我哋今次咧就係做呢個鏤空文字同埋遮罩嘅示範。咁係咩嚟嘅呢？喺我個文字後邊咧就會係我哋嘅圖案，跟住就會放大。快影都有圖文編輯呢個功能嘅。入到去之後，攞張圖片出嚟，然之後按 T 按呢個 A 加。但係如果我哋本身個圖片係綠色嘅，我哋就唔可以將個字點選綠色，我哋一定係要點選其他嘅顏色，例如紫色、藍色，呢個好重要。然後我哋就正式開始啦。咁喺我哋個圖庫嗰處揀一個短片，可能10秒、10幾秒嘅，將佢放咗落去啦。第一件事我哋要決定個比例，咁我會選16:9，雖然張相係9:16，跟住我就要放大張相去 fit 翻16:9，然後我哋就要去做畫中畫。畫中畫就係抽翻頭先黑色底綠色字嗰一個圖片過嚟，我哋將嗰個時間改翻去同個圖片一樣咁長啦，我嗰個係13秒，然之後將個圖片放翻大，完全遮蓋晒本身嗰個圖片。而家我哋就去做適度勾圖呢一個步驟，先點選黑底綠字嗰一個圖片，然後喺指令列嗰處去揾適度勾圖呢個指令，會見到有個圓圈嘅，咁我哋圓圈中間嗰度有一點，將嗰一點移到去我哋個字嗰處，就會見到我哋想需要嗰個效果噶啦。按確定就完成呢一個動作。下一個步驟，我哋就需要將個字體變大。變大字體，我哋就係用2個節點。第一個節點就喺開始位置，第二個節點就喺中間時間嘅位置。開始時間位置就原本嘅字體大細啦，中間嗰個節點呢，就係我哋想需要佢最後嗰個字體嘅大細。第一個效果已經係完成咗噶啦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要喺嗰個勾圖嗰處做一個切割，分開前後兩邊。個位置就喺剛才嘅第2個節點後面。喺第2段嘅開始位置，我哋去揾個蒙版嘅指令。蒙版入邊，我哋選擇鏡像。選擇咗鏡像之後，上面個圖會有一個圓圈仔。咁其實佢而家個範圍好大嘅，我哋用2隻手指將佢縮翻細，盡量將佢縮到只係得翻一條線，放正個畫面中間，然之後去按呢個反轉，同埋去設定一個節點。最後一個步驟就係去設定最後一個節點，呢個節點嘅位置喺時間軸嘅尾端。我哋設定咗呢個節點之後，入翻去蒙版鏡像，然之後將剛才嗰個縮到一條線嘅畫面，將佢拉翻大，咁就完成咗整個動作噶啦。